我在垃圾堆撿到個總裁老公，檢掉個總裁回家賣椰子，經總裁竟是我老公。婚禮發癲後，奶狗總裁追着我寵。導演叫㗎。嗰個導演你同我搵人買起佢，跟住你再同我搵人買起你。要係大象咁，相信大家都知道咁，在近年啦，網絡上面都經常出現好多中國大陸嘅微短劇，咁其他地方我唔知啦。咁但係中國大陸裏邊啊，真係有好多人特別中意睇噶，尤其是係近年啊，呢一個嘅題材真係深受好多中國人嘅追捧，就係叫做霸道總裁 XXX。嗱，一個 XXX 真係唔係話冚家產嘅啲咁嘅粗口嚟嘅，而係中國真係有好多關於霸道總裁嘅短劇，幾乎係一式一樣，即係後邊嘅嗰啲字唔同咁解啫。就例如係霸道總裁遇上45歲嘅清潔阿姨，霸道總裁狂寵我，霸道總裁與50歲大媽閃婚。咁最攞命嘅就係我幫你個街啊，嗰個收視居然仲要鬼死咁好添喎！哇，大佬真係啊 ，TVB 見到啊都要流兩行眼淚啦，唔係講笑。我做到咁樣你都唔咩我，咁樣你反而咩佢？喂，你係咪咁啊你啊？今次學白人咧做得好犯賤嘅，睇見一種嘅情況啊，就真係令我好好奇，想了解下啊，到底點解中國咁多一啲霸道總裁嘅短劇，仲要咁多人睇嘅咧？咁所以我就上網揾咗幾套去睇，嗱，純粹學術研究嘅啫。點知我睇咗3集之後啊，就救命啊！我真係睇唔順啊！到底係邊個拍出嚟㗎？同我劈撚死佢 OK？ 我叫張玉蘭，今年50歲。救命啊媽！別！所以今日冇計啦，咁就得同大家簡單分享一下一啲中國霸道總裁嘅短劇俾你睇睇，即係到底係有幾咁離譜啦！我真係以為韓國嗰啲都已經夠狗血噶啦，你又點會估到原來中國狗血起上嚟都真係咁得人驚嘅啫？咁日到最後啊，咁我都會就住一件事去分享一啲我個人睇法嘅 ，OK？咁關於霸道總裁呢一個嘅題材，即係其實都見怪不怪，都唔係第一日嘅事嚟噶啦。即係好話唔好聽啊，我細個就已經睇一啲狗血劇長大噶啦。即係就嚟係王子變青蛙、命中注定我愛你、海派甜心等等，真係睇到我當其時啊，有一段嘅時間係走火入魔噶，唔係講笑。咁講翻中國大陸近年新興嘅霸道總裁短劇先啦，即係唔怕坦白講句啊，本身我咧對霸道總裁一個嘅題材都唔算話好反感嘅。咁而個問題喺邊一度咧？個問題就係，大佬你哋嗰啲霸道總裁嘅短劇啊，係咪離譜咗少少先講真？就例如係一胎三寶，霍總寵瘋了，總裁你的夫人是村花，閃婚後霸總每天在線求寵，乖我的霸總小奶狗，二婚嫁總裁，前夫哥竟成了女婿，總裁別鬧了，孩子都是你的，我和總裁玩3晚，總裁跟我來真的，我在垃圾堆撿到個總裁老公，檢掉個總裁回家賣椰子，重新當然要先救落水總裁啦，經總裁竟是我老公，婚禮發癲後，奶狗總裁追着我寵，導演叫㗎。嗰個導演你同我搵人買起佢，跟住你再同我搵人買起你。咁而我就好奇揾咗啲嚟到睇下，就想了解下啊，到底點解會咁受中國人歡迎嘅啦？就揀咗一套檢掉個總裁回家賣椰子。嗱，你千祈唔好問我點解揀一套啦，喂大佬啊，頭先你都有眼睇㗎，啊嚟去套都係咁上下嘅，咁我都冇辦法㗎啦，係咪先？咁而佢頭幾集咧係可以免費俾人哋睇，之後先開始收費嘅。咁喺度就簡單俾大家睇下先啦。找了這麼久，還是一點消息都沒有嗎？文寧，你到底在幹嘛？我的真命天子，你在哪裡啊？醒醒！喂！文寧，我終於找到你了。那你去休息吧，我來賣椰子。OK， 我都係唔播啦，即係陣間教大家退訂就唔好啦。咁我剛才咧就自己睇咗一啲中國霸道總裁嘅短劇，當中亦都發現咗呢幾個共通點。第一就係你會發現一啲劇啊，都係會有一種極端階級差異。男女主角一個就係霸道總裁，另一個咧基本上就係嗰啲掃地啊、送外賣啊、擺地攤啊、洗碗啊、退休啊、失業啊、單親媽媽等等。咁第二啦，就係裏邊嘅總裁啊，通常都唔係人嚟噶，因為點解啊？咪就係因為裏邊嘅啲總裁啊，通常都係又有錢又靚仔又有身材又勤奮又識做家務又專一又只愛一個女人，睇到我就真係
第三啊，就係一啲短劇啦，離地得嚟又有少少貼地嘅喎。即雖然裏邊嗰啲劇情咧真係好狗血，就例如我剛才同大家睇嘅嗰一套《檢了個總裁回家賣椰子》咁樣。即就算韓國嘅嗰啲電視劇有幾咁狗血啦，都唔會諗到話執個總裁翻屋企，然後同佢賣椰子咁啊！講真，咁最神奇嘅就係咧，一啲短劇裏邊嘅人物角色同經歷啊，都係好容易引起好多中國人嘅共鳴。即就例如係講述中年未嫁嘅中國女性，生完 B 又冇人要嘅單親媽媽，努力送外賣擺地攤生活嘅中國人。講翻只要遇到霸道總裁，佢哋嘅人生就會遇到180度嘅轉變。咁直到今年啦，咁中國政府終於出手打擊一種霸道總裁嘅短劇。咁根據官方嘅講法啦，主要原因就包括第一就係要打擊一種攀權富貴同埋不勞而獲嘅心態；第二就係要糾正一班中國人嘅價值觀，並且係鼓勵一啲短劇應該係要真實反映人民嘅生活同埋奮鬥，而唔係無限誇大豪門嘅童話。再第三就係要打擊一種粗製濫造嘅短劇，從而轉型為精品化、大眾化、國際化嘅短劇啦。咁首先第一個想回應嘅就係，咁喺度必須要重申一點啦，就係本身霸道總裁嘅題材咧係冇問題嘅，即係你唔好話中國大陸啊，就連韓國啊都拍咗一大堆關於霸道總裁嘅電視劇啦，唔好話啦，都係一樣咁狗血嘅喎。呢個重點係中國嘅霸道總裁短劇啦，係出現泛濫之餘，又真係有好多人盲目去繼續支持嘅喎，呢一個先係問題啊嘛，即係就好似一套短劇咁樣，總裁別鬧了，孩子都是你的，真係有人睇。我哋試下攞去韓國啊、日本啊、香港啊。有100個人俾錢去睇啊，我都當佢贏啦，係嘛？所以個問題就係點解中國咁多一種粗製濫造嘅霸道總裁短劇咁之，但係都能夠吸引到咁多中國人繼續去追捧嘅咧？咁根據我觀察啦，咁我就認為背後可能有呢幾個可能。首先第一就係同中國社會對於極權階級嘅崇拜有關。咁正如我以前拍咗一條關於中國雙親嘅影片啊，都有提及到，有唔少嘅中國女性係會透過婚姻作為自己提升社會地位嘅工具手段。咁所以總裁啊就好自然成為咗一班人嘅理想對象。你唔信啊？嗱，你試下一啲咁嘅短劇，個男主角唔係總裁啊，可能就唔會有人睇噶啦。好簡單嘅啫，就等我哋做一個實驗。假設呢一啲咁嘅短劇裏邊嘅男主角都係靚仔專一、溫柔體貼或者做家務，咁之但係佢嘅身份咧就變成霸道保安、霸道小販、霸道外賣員、霸道農民工、霸道服務員。點睇呢？我想打巴佢，想俾我大巴咁升佢。喂，又唔好咁刻薄，揾食嘅有陣俾個偉人落台得㗎。所以總裁一個角色係非常關鍵嘅，背後係反映咗好多嘅中國人啦，即係除咗係中意錢之外咧，更加重要嘅就係想提升自身嘅社會地位，從而得到權力。但係奈何喺佢哋現實生活裏邊，幾乎係冇乜可能做得到嘅，咁所以咪要睇一啲片嚟到滿足下佢哋咯。搞清楚一點啊，即係你中意睇霸道總裁嘅短劇係冇問題噶，即係始終每一個人都曾經會對總裁又或者係總裁身邊嘅人係有一些少幻想，都好正常嘅。咁而關鍵就係當一個社會有好多嘅人面對住一種粗製濫造嘅霸道總裁短劇咁之，但係依然繼續盲目追捧嘅話呢，就係一種病態嚟噶啦。咁第二個可能嘅原因啊，就係雖然一啲戲劇情真係好狗血，咁但係我發現啊，裏邊嘅女主角往往都係平平無奇，但又唔知點解會俾總裁發現啊，跟住又唔知點解黐咗邊條筋去追佢、錫佢，永遠只愛佢一個。即某程度啊，可能係反映緊現今中國嘅底層女性，正正就係缺乏一種被愛、被珍惜、被關注嘅感受，咁所以咪要去靠不斷去睇一啲戲嚟到滿足佢哋嘅內心世界咯。咁第三個可能原因啊，就根據佢嘅觀察啊，我發現一啲嘅短劇佢每一集就只係得個分零鐘左右嘅，咁就啱晒嗰班中國人睇啦。因為點解啊？咪就係因為我哋要知道依家中國有好多嘅底層嘅人都係講緊996啊、007嘅工作，咁佢哋邊有時間考去睇嗰啲60集每一集成1個鐘嘅嗰啲電視劇先得㗎？所以呢一啲嘅短劇啦，咪正正啱晒一班中國人能夠喺最短時間裏邊獲得最大嘅滿足感啦。咁第二咁想回應一下依家中國官方嘅做法。嗱，雖然話就話要打擊一種粗製濫造嘅霸道總裁短劇，咁但係其實我就認為背後咧就真係唔係咁簡單，分分鐘啊可能係同中共嘅維穩同埋全球地緣政治策略有關嘅。咁首先一嚟啦，就根據數據顯示，短幾年啊，中國一啲短劇嘅用戶數量就已經達到接近成7億，係啊，成7億咁多啊。咁再加上近年仲要係有一啲霸道總裁嘅短
短劇突然間爆紅，咁中共當然要走出嚟去控制啦。咁因為你要知道喺中國啦，無論網絡又或者現實，都係冇真正嘅公共空間存在，背後都一定由中共去做主導。就例如係微博、抖音、嗶哩嗶哩等等嘅社交平台啊，即係你睇落就好似係網絡嘅公共空間，咁但係實質上所有嘅演算法、流量、資訊、留言等等都係由中共掌控，亦即係話佢想俾你睇咩，你就要睇咩。咁你睇翻一啲爆紅嘅霸道總裁短劇啦，其實正正就係脫離咗中共嘅控制，咁所以佢咪要走出嚟去整頓咯，就係咁簡單。二嚟就一種嘅做法，好聽啲嘅咪叫做糾正價值觀，難聽啲嘅其實咪又係思想教育。你睇一句都知道啦，大力加強創作引導，優化資源配置，實現優質資源向優質內容傾斜，推動打造更多人鳩咩奮鬥啊，都唔知係屌我唔知咩嚟嘅。諗到簡單啲嚟講啊，即係依家中國政府就唔係話完全唔俾你班中國人拍，而係你哋拍嘅時候咧，就只能夠去拍一啲996工作，讓我找到人生意義。因為加班竟遇上一生自愛、三胎媽媽的幸福生活，就務求令到所有中國人嘅價值觀咧，就由原本嘅扭曲就變成更加扭曲嘅仆街。咁三嚟就根據中國官方嘅講法啦，有一句係相當重要嘅，就係精品化、大眾化、國際化係微短劇未來嘅發展方向，而一個亦都係中國14.5規劃之一。亦即係話依家中共啊，好有可能係繼抖音之後，就打算再利用埋呢一種嘅短劇嚟到輸出全球各地，從而說好中國故事。咁所以可以預期嘅就係中國一種嘅短劇啦，就將會成為一種對外嘅政治宣傳、大外宣嘅手段之一。分分鐘你遲啲睇到嘅中國霸道總裁嘅短劇啦，隨時變成咁樣添啊，唔係講笑。咁啊，講咗先，咁一場嘅鬧劇，除咗係為大家提供咁多嘅笑話之外咧，同時背後亦都係反映住中國社會嘅價值觀啊，同埋就係中共點樣利用政治去操控娛樂咧。所以真係唔好再講埋晒嗰啲乜嘢政治還政治，娛樂還娛樂啊！你睇下今次呢件事，你想拍嗰啲咩霸道總裁短劇啦？sorry， 唔俾拍咯，係啊，你唔可以咁拍噶，你一定要拍嗰啲人民奮鬥向上啊，積極努力生活咁樣噶。咁我就問一啲唔係政治係乜嘢啊？咁就啦。咁大家對一件事點睇咧？又或者即係你對於嗰啲咩中國嘅微短劇又有啲乜嘢嘅睇法？你有興趣嘅話都可以留言同我哋一齊去分享一下。OK， 咁我咁多嘅啦，將條片 like 咗咪 subscribe 咗冇位嘅腳總整排再真係先收睇，拜拜。唉，真係都唔知點樣形容你哋好啊！真係啊，有時真係睇你啲中國嘅嗰啲劇啊，啲綜藝真係好難捉摸，真係得你哋先識得欣賞嘅，唔係講笑，係咯。即係我唔知大家有冇住過中國大陸，係有呢一種嘅體驗，就係你住得耐咧，真係好自然會俾佢哋嗰種氛圍啊、價值觀啊、嗰個口味影響到。咁從而就會影響到你睇嘅嘢啊、接觸嘅嘢，同埋你着嘅衫都會好 China 噶，係啊！即係我有段時間曾經經歷過呢一樣嘢，咁冇啊！依家你脫離咗就，即係回首一望你就覺得，唉，哇！真係唏噓。